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行人体正夜班过后，如果开始挂子，从台中沙港嘅流物，因为系大家错，当日人过后到清明以前，陆续会去挂子。有的人一年冇听错，会挂少1-2撮风水哦。挂子过后，贵重处如会乡下吃饭联络感情。故说流物人讲，对过年喜事如有酒好食，一次是到清明。流物来台第三代刘文金喺台沙港开始发展，大好家业。流物子孙当然固定为睇春分夜夜来拜来台主年龙婆。春分过后，第3礼拜日，如系领导文金公瓜子，除了走路里，还请来拜银班来打拜银。除了以外，当然还会请师傅将身体也都做各种嘅调身，十分功夫哦。林秋林、冯阳山当然嚟去看下先。8股苗头前，师傅冇喊切菜，一下破东西，一下冇喊做调身。你好嘞呀，哈，同个猫咪哈，办公哎哈，这服饰就用到好嘞啦。风水头做古星，喊卵做跳拿，木米拿来做毛个，还有时间录嘅喊菜做衫，嗰种跳5线，塔嚟5杆，如准用太公调5就做好嘞。利用各种食材做出各种嘅调身用品，当然是讲流不挂子，总系按功夫。你一啲线都唔可以用住用啊，就讲你安尼咯，系啦，安尼啊哈。你咪系我哋嚟起啦，起用啊，起系用嚟起嘅嗬。人家你講緊要起嗬，我就建議我哋看人嗬，都係當愛做安尼嘅東西啦，尤其嗬我哋。那庙会的时啊，庙会的时候，因嘛做咁多，做幾多種做，像安尼水果衫，是咧做水果衫，好，是做菜衫，真多。跟煮的时啊，他就是做一束安尼，讲了老祖先感覺都講，哎，又獎款又澎湃，又看到了後代的子孫。按的心意。两年那个制品为2年前就开始准备，听日早先我去洗咗素菜挂子，制品我先半块变好，不过单强系点，主动好事好工。1、2、3，你行去3去嘛？嘿嘛，你玩過行去嘛？應該咩？嘿。看那個戲最貼片嘅最難做嘅，我算係兩套上床刺激呢。你先是唐三藏啊，你幫你列子雞啊，哈，按唐三藏做個架勢是列子用豬的個肉苗嘛，肉苗去做啊，按你面子用菜頭啊，按耳朵香菇，按你麻帽子安尼，你啊總係是得洗的東西啦，按你是豬八戒啦，豬八戒是用鵝，因為鵝還太強咩。有新係前菜老師吹，對話出好咧。兩套係用最大啲太5線嚟做嘅。5線呢，地方有分太5線，有小5線，又有空殼5線哈。啊，頭兩就看得到。啊，太5線是有豬手，啊，松雞、松鴨，也係松雞、松鵝哈。啊，豬肝鏈，啊，嗰兩尾。還有倆用公交包做嘅雕哥。風鋪雕嘅酒，老用豬肚變化出來嘅俘虜，太上了掉，本看到就見懊惱。你皮哈就係豬肚啦，豬肚啊地方直接嘅盤啦，哈盤啊，然後你耳朵都用個粉腸啊、豬腸啊，哈，啊你冇就是用個龍眼乾、龍眼腐啦，哈，安尼啊去。讓去塌去掉，冇煮掉落去安尼，做落去就香嘞咩？當然，你都不用啲太5線挑戰嘅製品，未做貼貼嘅意思，按照五湖四海。5個辦公是代表福，啊盤是代表患，是那講對祖先真注重啊，是安尼喊嫌個無啦獎款，
就实在个推加真多样出来，也是五湖四海的一个发展。哎呀，瓜子嘅部分啊，吼，你係啲講要劈啲原本按用做冇咧，除了加啲料物咧，資料嘅。嘿，你咪瓜子特實裝下當簡單，咁咪個去個咪個大賣場啊，講當到大賣場會賣個菜飯啊、魚丸，見到去買嚟啊，自己你咪都裝下係連骨頭嚟咩？那講有個墳墓嘅，它也佢咪當簡單啊。劉府對廣東台北來台灣只建築300年，子孫的國體規劃8趴。劉本靜係來台第3台，也做啲9年之後後，年田年容重建嘅劉府火風，隨劉府第沙港開建，上結熱搭嘅建築。羅主席，300年前過來台灣，每項呢嘅工匠太了，結果停嘅8個過來，過來呢就來賣豆腐。賣豆腐呢，你都看到幾個，哎呦，生到安西醬，再又不講，生意又不做，做人又落蝕，就韓本人鄉下呢，就來打變那個飼養，豆腐建做建態。包妹沙港嘅偏不錯，專為廟中年人準備曬酒，除了土地、天橋，便宜買本熟食嘅劉文靜。劉文靜每日為安樣，亦下邊都當行業，未打好劉府嘅家業。天府主在嗰時，你記到用少少嘅錢，落嚟萬棟多嘅土地，私人做太空嘅，所以呢老輩人都講你文靜公嘅私人有啦太，到逢年到東西，唔是韓國配啥土地，總係切個劉家土地。300年來，子孫代代相傳，對老祖公嘅憧憬，當然掛住嘅世界就看得出來。口笑，再口笑。你係眼兔牛天二胎，用信講嘅毛體，今日眼啲係天日參，今日嘅血警講啊，都金剛半月，金剛半月哦。要講係銅色血安尼。建拜好幾回在高轉道發通中心揾字片。連着的，連着的啊，連着的，哎，好，連着。我夾個送夾個送呢邊，送過來的。哦，可以丟在了。多少的？而且和它边选的东西两把没有。这边还有那个东西。哎呀，我要看清楚。因為俺對用中公拜將來，拜文進公，文進公拜劈，下個將來學教下關，拜嘢文進唔好，安尼都濕過。所以家下嘅換孫公嘅拜頭係將來開那樣。係。幫整年啊！幫整年係，啲文進公哈有雕身的在，因為他是在這邊發跡的，所以說我們都比較崇拜，就是把它用雕身的做得比較隆重一點。日照新除就是為掛紙，時間為做準。用一等船，不用抽血，用船嚟啦。放最前面。酒咧？酒多了。多了。你冰咧？酒嘅冰咧？嚇。冰係。該冰幾度係？冰係300年劉府子孫來到呢山東澳，兩位係劉文靜嘅風水，體力行按照享有等級。不過面頭前嘅壁上竟然係大家嘅，韓國人家子孫出染房。傾斜早期曾經有人扶過，那扶過就不太好。那地理名是公的啊，
装落其实冇统计嘞，所以吃个白了，还有都冇人敢去听通了，所以自然倾斜，也显现说，人家牛在看嘛，牛有力吼，甲角一天倾斜，斜落个。劉vũ喺推中加台入台，發達過後土地動發，所以老祖公嘅風水都特別看過。譬如講美人照鏡，嗰個那些只能葬女孩子，或者是老太婆是種到個片，你像老頭第三胎是種到個雄牛鬥桿，那雄牛鬥桿其實是在種西南。大沙卡嚟響300個900祖公族鋪。劉vũ唔但強極品功夫，還能找3顯給你嘅藝術來拜。一斤酒，再斤酒，3斤酒。那儀式的中間是有進節進入，它進節都是金酒嘛，進入就是講你吸入你講呢，就幾斤講解，嗰時候那進入。人講吸入啊！工業油膜5升9厘果片米飯，金銀財寶。3塊9口照鋪健康，再連主子炸潤酒地豬肉紅各撒300酒，按照油食，表示向祖公族鋪來兩數嘅意思。你給少，3給少。最尾地燒住1000個後，強用沙酒按做蒙料。1級少，2級少，3級少。這蒙料是現採的料，還是土工燒料？它也要領受的意思了。那我們就會在那個燒金銀紙錢的那個寮位地方，就是用這個酒，也表示說我。這個獻財帛。冠真。另外，為到外面的子孫，還冇辦法將好劍本太后之手並入嘅字體。下次又蓋，洪亮。哦，我看，哪個學校啊？東海。哦，東海大學碩士啊！哇，冇見到冇恭喜恭喜。文靜功力嘅部分呢，和來推就應用功空關，掛機嘅事呢。當我呢有辦法嚟個獎學金，對一個子孫呢，細年呢一個鼓勵，我睇這個呢認真來讀書。當然就排下子孫輪流主持，今年做主持嘅62歲劉基文，只係第一擺輪到主持文靜功，不過未出認為加速安排，有人可能就3年就輪唔到。一般輪起來差不多36年輪一擺了。有的可能是70幾年了，以為可能8過年了，這麼輪到做主持嘅，實在太巧面了。可能我想全身如果差唔多像安尼嘅掛機冇安尼嘅場面嚟啦，實在難得啦。感覺講做了劉家子孫非常的光榮。親戚朋友都難得一次的機會，大家一起聚會，向老一輩的學習啦。第一次回來，300年前呢，對太六太埔過來，已經到我哋個粉絲輩呢，已經第40胎，你媽漢菜嘅子孫呢，總共呢有8胎人，每一個祖公呢，留落個財產呢，總係要成立一個祭祀工業。掛住高昌雖然廢棄，不過撒入家族傳承，老始終對人嘅傳台經驗。今年的是剃頭了，我們也沒有被剃頭打垮，反而又重新個起來。你可能意義就個太重要意義出來。你是講劉家本着講老祖先那個德澤能夠源遠流長。用着努力嘅掛住意識，已經強看唔到咧。劉vũ人還係堅持保留下來，看得出對老祖公就幾歡迎、幾憧憬。嚟提醒自家落後台，是水大岩水煙頭，為啲自家係難來嘅。